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60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60天，也是哈梅内尔穆吉塔巴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60天，整整2个月过去了。波斯局势可以说到了一个微妙的关头。什么微妙的关头？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60天，就是特朗普发动这种军事行动没有国会的授权，还只能维持60天。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个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过了这个节点，很有可能战火要重燃，特朗普随时有可能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第2次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也就是这个周末，他是先去了，对外放风故弄玄虚啊，说什么我是去巴基斯坦访问的，我不是去跟美国人谈判，实际上就是去托巴基斯坦跟美国传话要谈判。阿拉格齐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跑到巴基斯坦，一聊完之后，巴基斯坦相当于作为中间人，先跟阿拉格齐谈了一轮，提出很多这伊朗方面的这个意见，什么3段论，什么先谈停火，再谈霍尔木兹海峡，再谈核问题，这就是3个阶段，被特朗普拒绝了。这个伊朗人又赶紧派人回德黑兰去向这个有关的领导层请示汇报，立马又出了一版新的方案。阿拉格齐到了巴基斯坦，把这新的方案托巴基斯坦人又转给特朗普。特朗普在周末的时候他已经表明态度了，不想再跟伊朗人废话，你有事你就打电话，不愿意再让维特科夫和库什纳2个人一趟又一趟的往巴基斯坦跑，一次要飞18个小时，又费钱又费精力，去了在那儿空谈，没有任何成果，直接不去了。言下之意，你伊朗人自己想明白，想明白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没空跟你玩这种游戏。并且特朗普把派到巴基斯坦的所有的先遣部队，就是安保人员，你像保障万斯，保障美方的谈判人员安全的，还有后勤部队的一大堆人，这都是挤飞机啊。现在人家把人全部撤回了，就那儿不留人了。据说是6架C-17大飞机把驻扎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这些所有的跟谈判相关的人员都接回去了。也就是特朗普真的是耐心已经完全没有了，给伊朗人撂了一句话，就是有事你打电话。也就是对伊朗来说，这个谈判的大门已经关了一半，给你开了一个小缝。所以这个伊朗人着急了，阿拉格齐又托巴基斯坦给这个特朗普送去了一套新的方案。纽约时报4月27日报道，27日，据多位了解白宫战情时讨论情况的人士透露，特朗普已告知顾问，他对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并不满意。据悉，谈判细节的美伊官员称，该方案呼吁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搁置了有关伊朗核计划的问题。伊朗一再拒绝美国提出的暂停其核计划并交出其高浓缩铀库存的提议。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为何对该方案不满意，但他曾多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一位美国官员还表示，接受该方案可能会让特朗普先生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场胜利。白宫拒绝就特朗普的想法置评，但官员们指出，双方将继续就战争和德黑兰的浓缩铀活动进行讨论。路透社也报道称，一位美国官员27日表示，特朗普对伊朗提出的方案并不满意，因为该方案没有涉及伊朗的核计划。这位美国官员说，他并不喜欢这个方案。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日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和2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已收到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新方案。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中援引2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谈判新方案首先聚焦于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和美国封锁问题。作为该方案的一部分，停火将被长期延长，或各方将同意永久结束战事。核谈判只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封锁解除后才开始举行。白宫新闻发言人威尔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不会通过媒体进行谈判，我们已经明确了红线，
总统只会达成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有利的协议。围绕是否接受伊朗重开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美国和伊朗谁拥有更大的筹码，以及哪一方更能承受海峡关闭带来的经济冲击。这个就是咱们以前一直说的，在伊朗经济崩溃和美国输入型通胀之间，看谁耗得过谁。目前来看，似乎美国更有底气。美国的资本市场对输入型通胀好像已经祛魅了，油价涨得也不多了，没有一下就飙到150一桶。这个资本市场也没有说暴跌，不停的创新高。美国虽然有通胀，美国人现在据说加油也贵了，油价美国人加油现在价格占很多地方涨了1倍，但是伊朗的付出代价更大。目前看是伊朗受不了，美国好像还能扛得住。所以美国国内，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小川子也有2种声音，一种是希望就这个机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种认为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打击伊朗也就是要零浓缩铀，伊朗必须去核，不达这个目的海峡绝不开放。所以咱们说的伊朗人是真正的叫6000年的文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本来特朗普第一轮谈判他的要求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你们卫队不要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咱们就开始谈，这不挺好的吗？结果伊朗人不同意，第一轮谈判万斯兴冲冲的跑到巴基斯坦去了，结果伊朗人屌得跟258万一样的，完全认不清形势，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实力跟别人差得太远，所以说盲目的强硬。结果谈判一告吹，万斯一回美国，特朗普就封锁伊朗的所有港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第2轮谈判，伊朗人的诉求是什么？伊朗人的诉求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伊朗他也放开，你美国人也放开。你说你这不是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吗？这果然这种体制，他只能听懂大炮的声音，他只能接受大耳光子，扇得2眼冒金星。这时候冷静一点，要不你说你一谈判你就喝早酒，谁受得了？这伊朗人应该不喝酒的，那就是谈判的时候起得太猛了，是吧？起得太早，还在迷迷糊糊的跑去谈判。你现在提出3个条件，3个阶段，我认为特朗普是不可能接受的，而且特朗普很有可能就在这2天要开炸，再炸他的电厂、桥梁，什么一些基础设施，你整个伊朗完全完蛋。如果这个时候锁定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些强硬派，坐标已经锁定了，下轮攻击中把他们再送走一批，再结合这种压力，这种经济上的围困，国内对他基础设施一打，那伊朗整个就垮掉了，加速他垮台。所以伊朗人现在做梦，所以他只能咽下自己的这个酿造的苦果。他现在跟特朗普谈如何放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你说2周之前你答应不就完了吗？不就放开了吗？所以说就这种叫什么，对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实力完全没个逼数。特朗普反手给他一个封锁，他马上就受不了了，哭爹喊娘的说美国是海盗，美国是强盗。新华社德黑兰4月27日电，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27日说，美国公然违反国际法，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封锁，武力扣押伊朗船只和船员，如同海盗和恐怖分子，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伊朗的革命卫队，你开这个小摩托艇，你扣押这个别人的油轮，你炮击什么印度的油轮，你不是海盗吗？不是恐怖分子吗？结果特朗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就骂人家是海盗和恐怖分子。所以说这种国家还是打得轻了，下手还可以再重一点。我们主要看一看伊朗国内还有美国国内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谈判也就这样了，随时准备开打。先说说伊朗国内，伊朗人很有意思，明明是自己求着别人谈判，喊着对不对？人特朗普都跑了，就给他留了个电话号码，有事打电话。伊朗的外长他说，就是阿拉格齐说，他说美方请求谈判，伊方正考虑。阿拉格齐深得胡锡进老师真传，当然谁传谁也不好说，总之他们这都一样，软话硬说，煮熟的鸭子嘴不烂。说美方请求谈判，伊朗正在考虑。第一轮谈判也是的，说美方提出请求，伊朗正在审核。你说你何苦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
虽然对外伊朗一直在展示它的强硬，但这个仅仅是宣传，因为伊朗国内已经是一地鸡毛。《纽约时报》最新的深度报道，它主要是描写伊朗在后哈梅内伊时代，也就是哈梅内2时代，一副前所未有的权力图谱。哈梅内伊时代，伊朗是哈梅内伊一个人一言九鼎，权力定于哈梅内伊一个人。到了哈梅内2这一代就不行了，变成一个叫联合执政，叫董事会制度，就把它形容成有点类似于董事会制度。那哈梅内2就是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挺多的，有强硬派，有改革派。强硬派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司令，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人，什么安全委员会主席什么之类的。改革派或者叫温和派，有议长卡利巴夫，有阿拉戈齐，有佩斯希奇扬等等。那现在说董事会就看谁人数多，谁的这个话语权大，谁说了算。而这个哈梅内伊，当然哈梅内伊已经走了，哈梅内2作为董事长，他是个非常弱势的董事长，不是一言九鼎的董事长，所以他只能叫撮合。说穆杰塔巴的统治方式显得格外不同。前总统内贾德的资深顾问阿卜德勒里萨达瓦里有着精准的比喻，也就是这个作为前总统的顾问达瓦里，他说他把这个穆杰塔巴的统治方式形容为他现在治理国家的方式就像是一个董事会主席。达瓦里解释说他高度依赖董事会成员的建议和指导，所有重大决策都由他们集体做出，这不是上一代那种至高无上的绝对领袖模式。穆杰塔巴更像是一个协调者，一个在各派力量之间寻找平衡的政治操盘手。他的权力来自于妥协而非命令，也就是穆杰塔巴要在董事会里面找最大公约数。这一招我是最熟，董事会咱们以前经常开，那就是看哪一方人多。你要达成一个议案，你估计这个会议开要崩，因为反对的人多，赞成人少，那你提前就要开小会，一个一个董事去做工作，先私下摸底，这些董事都什么态度，哪个董事能拉拢，先找那董事谈各种做思想工作，那个董事有可能思想转变了，好，现在可能是4-3，然后你再去做工作，让那3个反对的人，大家都是同事，没必要反对嘛，反对就不好看了，弃权行不行？这里面3个人里面有2个就弃权了，还有一个是顽固分子，是敌对势力，属于打击对象，他死活都不愿意妥协，那就可以了，4票赞成，2票弃权，1票反对就通过。这个《纽约时报》说，军事指挥链的重构是这种新模式最直接的产物。哈梅内伊刚死的时候，为了防止斩首打击导致指挥瘫痪，伊朗启动了马赛克防御模式，指挥权被打散，下放到各个战区和独立作战单位的指挥官手中。这是一种壮士断腕式的防御姿态，把整个军事体系拆成无数个可以独立运转的碎片。但过了1个多月，革命卫队内部的指挥链已经悄然完成了重新编织，碎片被重新聚合，顶层被重新打通，命令链恢复了运转。这背后是瓦西迪，就是革命卫队司令瓦西迪的手笔，也是穆杰塔巴默许的结果。咱们说伊朗这一段这个事情，如果这么听有点干巴巴的感觉，好像不太理解，实际上你就参照三国和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你就知道了这后面的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你这个王朝再厉害，要么4分5裂，要么就是面临崩溃。东汉末年呢，为了打击各地的黄巾军起义，那汉朝也是把权力，他为了对付农民起义，他权力就必然要下放到地方，带兵的大将他权力就越来越大，权力一大他就有了二心，有了想法。东汉末年那什么袁绍、袁术这一大堆人，这黄埔松这些人都是，还有什么卢植是吧，公孙瓒，那都是镇压黄巾军起家的。后来慢慢的他就变成地方军阀，后来这军阀里面又跑出了曹操、刘备、孙权，这相当于是第2代，从镇压黄巾军那一波人里面又出来一批人，那最后就把整个汉朝给3分了，一模一样，没什么区别。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也一样，这个清政府他自己叫什么八旗已经不能上马了，上了马也拉不开弓，这种状态没有战斗力，没有办法，只好让这个地方叫地主阶层或者是地方势力搞团练，
团练什么意思？我给你授权，你回去拉一票人，你跟太平天国干吧。名义上都是归慈禧管，归清政府，但实际上都是你自己募集粮食，你自己去招兵，自己练兵。所以说出现了什么淮军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军阀割据了，谁也制衡不了谁。等到做大了，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湘军实际上曾国藩他有了反的实力，但是他不敢反。虽然他不反，那最后相当是反了，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整个大清的权力就基本上转移到了从满清贵族手上，转移到了汉族这个士大夫这些大臣的手上，是不是这么一个权力交接过程？完了后面反正没多长时间，结局大家都看到了，你跟瓦解也是一样嘛。直到最后清廷退位，所以你要把这两段历史要看得多，实际上伊朗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但是特朗普说我能不能等上几年，我觉得特朗普等不了，这几个月他都等不了，所以还得炸。你要等着伊朗自己内部发生变化，这恐怕他能坚持3年5年，说不定搞得跟朝鲜一样，但他坚持很长时间。这个《纽约时报》说，董事会的意见并非总是统一，伊朗内部确实存在分歧。以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戈齐为代表的行政派系对战争的代价忧心忡忡。佩泽西奇扬警告说，战争已给伊朗造成3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迫切需要解除制裁进行重建。他和阿拉戈齐也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会议上据理力争。然而就在上周，当谈判代表团准备飞往伊斯兰堡举行第2轮会谈之际，将军们叫停了谈判。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闭的问题上也出现了裂痕，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阿拉戈齐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结果没过几个小时就被打脸了。卫队说封得更狠了，还通航，这就说明这是伊朗内部群龙无首。行政派系认为海峡封锁带来的经济损失已接近难以承受的临界点，但军方主张将海峡作为战略底牌紧紧攥在手里。同时还有一个虽不占主导但立场极为强硬的边缘派系，他们是前核谈判代表赛义德·贾利利的支持者，也就这是极端分子，他们是完全反对任何让步，认为只有继续打下去，伊朗就足以击败以色列和美国。说来说去，我都不觉得是佩泽西奇扬是什么改革派，瓦西里是强硬派，这个派那个派，说白了就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屁股坐的地方不一样。你把瓦西里安排到这个总统位置上，他又变成改革派了；你要把佩泽西奇扬放到这个革命卫队总司令这个座位上，他就变成什么强硬派。所以这个反而跟人关系不大，是跟你所处的这个位置。这个总统这个位置，那就叫他要管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管老百姓吃喝，管卫队发工资，管钱，你没钱怎么办？人家都找你，是吧？那卫队也一样，人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你要答应美国人了，那卫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卫队就要退出历史舞台，甚至要遭到清算。他怎么可能拱手把自己权力让出去呢？所以他一定会强硬呢。卫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反正没钱，那你们想办法。那佩泽西奇扬说了，那大家都跟我要钱，我搞不来钱，那我就无能，要遭到弹劾啊，就是这意思。反正就这个位置决定了。当然这是《纽约时报》说的，他说穆杰塔巴和瓦西迪的联盟正是在这些彼此碰撞的力量中勉强维系，它既不是完全独裁，也不是现代民主，而是一种战争催生出来的临时权力结构，脆弱多变，但暂时有效。这种脆弱的平衡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没人知道，但至少在此刻，伊朗这艘大船正由一群各怀心思的船长们共同掌舵。这伊朗很有可能就要进入咱们的所说的这个三国时代，群雄并起，军阀割据，谁也管不了谁。现在看谁手上枪多。实际上，那还有媒体报道说，穆吉塔巴收到一封密信，伊朗高层联合签署，就是改革派他们联名给穆吉塔巴写了一封密信，而且说千万别让革命卫队看见。尽管伊朗高层试图通过共同声明向外界展现团结，但是不断有信息显示，这个处于生死边缘的宗教政权内部分歧难以掩饰。根据伊朗反对媒体报道，
德黑兰突然发起团结运动，并非始于特朗普对伊朗领导层内部混乱的指责，而是始于一封写给穆切塔巴的秘密信件。这封信警告说，伊朗经济形势严峻，该国不能继续走目前的道路，领导层别无选择，只能就核问题与美国进行认真谈判。签署者包括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就是议长，还有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勒格齐等等高级官员。从目前大量媒体披露出的信息看，基本可以确认，伊朗革命卫队反对谈判团队与美国就铀浓缩进行谈判，而以卡利巴夫为首的谈判团队在之前的谈判中与美方进行了磋商，试图进行妥协。大致情况是，美方要求伊朗20年内不再进行铀浓缩，伊朗谈判团队意见是5年。伊朗内部的分歧外人难以知道，但是与美方的谈判是不可能保密的，其中内容被媒体大量披露。这就是前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波斯语版还有英文版的谈判方案，实际上就是伊朗的这些穿西装的搞出来的。这肯定不是特朗普搞出来的，特朗普没有必要撒谎，是伊朗穿西装的人一方面要跟特朗普谈判，那就是按照美国的意思来妥协吗？一方面要跟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还有盘判们交代。所以说搞个波斯语版的里面没有提核问题，有很多穿粉穿黑，还有一些在那儿指责是特朗普搞什么2个版本。特朗普放个屁美国人都盯着的，这什么味儿的，对不对？是震动的还是连环屁，都得盯得清清楚楚，是伊朗人自己搞的。现在你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毋庸置疑，很快第2轮美伊和谈就搁浅了。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表示谈判重心已从核问题转为彻底停战。实际上这个就把各种信息连起来做了验证，因为革命卫队反对谈判团队试图与美国达成铀浓缩协议，所以禁止了第2轮和谈。铀浓缩问题就是第2轮美伊和谈搁浅的原因，也是现在特朗普不满意的原因。伊朗人搞个什么3段论，特朗普根本就不搭理。再回到这封信说，其实内容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惊讶的。如果说有什么令人感叹的，就是伊朗的议长，也就是这个美伊谈判小组负责人卡利巴夫也在签署名单内。伊朗目前所采取的这个策略，实际上是不考虑本国基本国情和对手实力，盲目采用强硬立场，最终结果只能是让伊朗国家经济面临崩溃。而在这其中最倒霉的显然还是伊朗人民。在这场冲突中，美国人只是抱怨油价上涨，油价涨了1倍。以色列人经历初期的担忧后，现在也开始正常生活。只有伊朗人民同时承受安全恐怖和经济崩溃。所以站在吃瓜群众或者是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为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迷之自信比特朗普还显得不靠谱。推测未来的情况发展，如果革命卫队不愿意在铀浓缩问题上进行妥协，那么基本上新一轮轰炸无法避免。当然了，只要美伊联军不进行地面攻击，革命卫队还会继续宣传获得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有宣传价值，因为伊朗人民苦难大家都能看得见。实际上我在很久以前就说了，即便是强硬派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它也是不团结的，那它也是四分五裂的。伊朗政权内部斗争已蔓延至街头，一家与政府有关联的媒体遭到涂鸦袭击，暴露出该体制内部更深层次的裂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隶属于较为务实的加利巴夫派系，该通讯社抨击了穆切塔巴在战争和停火后于4月初发布的10点谈判框架。这并非一项提案，而是穆切塔巴正式批准的与特朗普达成任何协议的红线。而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开嘲讽了这一框架。塔斯尼姆是代表伊斯兰革命卫队里面强硬派里面的温和派。塔斯尼姆通讯社他批评了这个哈梅内伊的就是穆切塔巴这10点计划。那么接下来就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数小时后与赛义德·贾利利和阿尔巴克什么拉菲普尔有关联的强硬派。这一派是革命卫队里面更极端的，就是贾利利啊，前面负责和美国进行核谈判的这一拨人，谈着谈着把特朗普谈毛了，就顺手就把哈梅内伊给扬了。你说你就知道贾利利这一派他跟特朗普谈啥，他把特朗普谈毛了，把哈梅内伊都送走了，命都谈掉了。所以这一派是死硬分子。那么这一派的支持者在塔斯利姆通讯社位于德黑兰的总部外喷涂了抗议涂鸦，将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对抗。这不再是内部派系之争，而是政权内部权力中心之间的公开对抗。这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硬派内部之间也要斗争，也分更强硬的。也就是这个就相当于加特老师和胡锡进老师两人都是爱国正能量博主，但是这两个正能量之间那还要分出高下，谁更正能量。所以加特老师和胡锡进老师之间那以前经常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所以我介绍这么多什么意思，就是伊朗自从哈梅内伊走了以后，这2个月伊朗就是群龙无首，他现在极力想向外展现团结一致强硬，但实际上只是包不住火，内斗必然会反映出来。但是我们要实话实说，特朗普封锁伊朗的港口，说多长时间能让他们崩溃，这个不好说，也可能时间很短，扛不住3-5天，伊朗各个瓶瓶罐罐啊装满了，那麻烦就大了。但是也有可能他能扛个1年、2年、3年、5年的，跟朝鲜一样，反正再苦一苦，这个波斯人一天吃1顿呗，要么吃2顿稀的，电就别用了呗，网就断了，有病就别看了，自己扛一扛，跟朝鲜一样，这保不齐他能扛一段时间。我们再看看这个美国内，这个国内也很有意思啊。自从万斯被特朗普派出来背黑锅，这万斯可以说就是一个扫帚星，走到哪儿这百草枯，我感觉走到哪儿寸草不生。他去了匈牙利，鄂尔班就下台了，跑到巴基斯坦谈判，第一轮就谈炸了。特朗普封锁伊朗，你再加上这一次好像希尔顿酒店那个枪击案，我看有媒体报道的，居然万斯最先跑，这个万斯有2星，这人家都是让领导先走，对不对？特朗普还没走，万斯先跑了，你说这叫什么事？所以这些点点滴滴都显示，因为现在美国的共和党，他现在不是太子之争嘛，谁是下一任接替这个特朗普的嘛？那现在2个呼声最高的，一个就是卢比奥，一个是万斯，而且在前一段时间是万斯好像是呼声更高，对不对？那现在经过鄂尔班事件，再经过跟伊朗的谈判，再加上让领导先走，对不对？他自己先跑了，我估计这一番骚操作下来，这万斯跟卢比奥的之间的竞争，万斯已经处在下风了。为什么？这里有证据，因为这个大家记得，这2个月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时候，卢比奥很少就伊朗问题表态，因为卢比奥是专心致志的搞古巴和委内瑞拉，他们是各有分工的，所以卢比奥很少去对这个伊朗问题说话，都是万斯，对吧？而万斯在伊朗问题上面跟这个特朗普团队里面其他人态度不一样，有万斯是希望谈判，他不希望打仗，他是个孤立主义者。那现在万斯的政策显然在伊朗走不通，就是碰壁了。你看第1轮谈崩了，第2轮谈不成，他见不了面，你还咋谈？第3轮你看这个伊朗人摆着这个条件，你让万斯怎么谈？所以你看，首先是万斯，大西洋月刊说万斯私下对五角大楼关于伊朗战争的描述提出质疑，尤其质疑美国武器库依然充足的说法。这个战争部长郝克塞斯和军方领导人坚称武器供应充足，且此次行动非常成功，但内部评估表明，伊朗仍保留着大部分军事能力，而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关键武器。万斯他就对这个战争部长的说法表示质疑了，什么行动非常成功，什么武器供应充足，那言下之意就是万斯还是对战争不乐观，不看好，还是希望谈判解决。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敢这么明目张胆了，所以他只能是质疑这些战争派。这郝克塞斯他不就是战争派吗？所以万斯转而质疑战争派。但是你再看卢比奥，这卢比奥他很少就伊朗问题发表意见，但是现在话也多起来了。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声称，如果伊朗不如华盛顿达成协议，
美国可能会加强对伊朗的压力，以试图迫使伊朗满足其要求。这个卢比奥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说的，他说对伊朗的压力是巨大的，我认为还可以进一步加大。你看看他跟万斯就完全不一样了，万斯是这边要谈判，卢比奥说那不行，先打他再说，还可以进一步加大压力。那进一步加大怎么加大？不给他炸他2下呗。当然了，他也拒绝透露可能采取的新措施的细节，同时他拒绝谈论两国为解决冲突可能达成的协议的条件，指出华盛顿在此问题上决定权仍掌握在总统特朗普手中。也就是你看，卢比奥既要表达自己的态度，要强硬，要打伊朗，又不越权，这一切权利都属于特朗普，听特朗普解释。总之你看他这个跟万斯之间这种竞争的这种态势是不是昭然若揭了？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卢比奥说关于伊朗核问题，卢比奥跟万斯观点又不一样。这个说核问题是我们最初陷入这场冲突的原因，即使伊朗只是一个由极端分子统治的极端国家，它仍然会是个问题。他们不仅仅想控制伊朗，他们还想控制整个地区。也就是万斯认为你得把伊朗你不解决干净，你靠跟他谈判没用。他不仅是要控制伊朗，他还控制整个的中东地区极端分子，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什叶派。所以你看这万斯的态度就非常跟这个卢比奥是不一样的。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当事方也非常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准备好恢复与伊朗战争，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进攻和防御行动的准备。他补充说，目前目标已确定，行动等待美国批准，同时警告未来将有更激烈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说伊朗人做好心理准备。当然了，美国和以色列不光是嘴上，美国和以色列就在停战期间这3个礼拜里面，那是不停的排兵布阵，调兵遣将，那飞机一刻不停的在往以色列往中东在飞，各种加油机，各种运输机，这个咱就不说了。总之战争一直在准备。再聊一聊正义联盟大哥和3地之间的这种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去莫斯科见了正义联盟的大哥，这个新闻大家恐怕都看了，大哥说了，你们辛苦了，大哥要保护你们的利益。这个3地去见大哥啊，那基本上是叫各怀鬼胎，大家谁都不傻。这个时候3地要借大哥余威，你又不能说大哥一点威风都没有了，借他的余威来跟美国对抗一下，希望特朗普还考虑考虑，我后面还有大哥。那大哥也希望这个3地能硬起来，能拖一拖美帝。这你拖美帝拖得越厉害，你让特朗普越焦头烂额，那我大哥我就好跟特朗普做交易，这样让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帮一帮大哥，那在伊朗问题上我帮一帮特朗普，不就这意思吗？这不就利益，这筹码不就有了吗？所以说这个大哥啊就忽悠这个3地，你接着干，我保护你的利益。这大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自己都保不住了，还保3地。普京表示将竭尽所能维护伊朗利益，也不知道拿什么维护，拿嘴维护。我为什么说这个大哥和3地之间是各怀鬼胎？这个有很多网友恐怕看过，我在以前节目分析的时候，绍伊古跑到朝鲜去签什么军事同盟协议是吧？绍伊古又跑到伊朗去签那个协议，但是俄罗斯跟伊朗签的协议和朝鲜签的协议完全不一样。跟朝鲜签的就是军事同盟，你要打这个俄罗斯，那朝鲜他就出兵，果然出了库尔斯克，对不对？人家说我保卫俄罗斯领土不受侵略，就根据这个条约去的。好，但是跟伊朗签的是什么协议？当时签的时候我就说了，这2个人是各怀鬼胎。为什么？他为什么不签这个军事同盟？军事同盟，你看这个朗子他不愿意，为什么？你俄罗斯已经跟人乌克兰打了，或者我要跟你签军事同盟，那我不就要出兵了吗？人家可是6000年文明，能上这当吗？对吧？能吃这眼睛亏吗？所以人家不签，不同意。你以为俄罗斯就同意吗？俄罗斯他也不同意，因为俄罗斯知道以色列和美国迟早是要打朗子的。我当时分析的肯定要下手，那到时候俄罗斯如果签了这协议，俄罗斯那怎么办呢？还真跟美国干是吗？所以2个人心怀鬼胎。所以签了个什么协议？2个人签了一个协议是，如果任何一方遭到敌国攻击，那么另一方不能帮助敌国，变成这么个协议。你说这2个国家正义联盟大哥和3地
搞得好像挺吓唬人的，还是一个团体，实际上不是。他们签的协议你自己去看一下，纯粹如果伊朗遭到敌国进攻，那么俄罗斯你不能帮助敌国，这就算是尽了义务了。你说这叫什么事？所以这俩国家跑到一起还要互相帮忙，这叫互相拆台，互相防着，这不就是同床异梦吗？4月27日，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高度评价与普京的会谈。那高度评价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估计就是赞赏普京，你果然没有出卖我们，你没有帮美国，我这得谢谢你。正义联盟实际上就是个笑话啊。至于这个美国什么时候开炸，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或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